为什么一直咧宣导讲自细汉就爱了解性教育，就是要预防这条新闻这款代志？这台南官店有一间私立补习班，校长的查甫老师涉嫌对2019年开始伫咧便所内面采用摄影机共偷袭，而且佫趁该作业或者是囡仔伫咧困到时阵，对囡仔骹来手来，一直到去年有查某学生伫咧学校写性平学习单的时阵，才别空。经过调查，受害者竟然有30个囡仔。那这台南地检署30侦结，按照《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》，对这校长的老师起诉，请法院就要给判重刑。补习班大门关条条，看起来那像真久无人出入。台南官店这间补习班，因为校长的老师涉嫌对2019年开始，唔那伫补习班的便所藏摄影机偷袭，过趁改作业，也是查某学生困倒的时阵，对因乱摸乱扫。这样不输几个行为，伫咧去年9月，有查某学生伫学校写性平学习单，学校发现代志无对当，通报教育局，检警亲自调查，才规个别空。要求补习班即刻停聘行为人，同步完成行政调查。并于114年12月31日提送不适任认定委员会审议，认定终身不得任补教人员，已登入全国不适任教育人员系统。调查表就不止现在在那边的学生有填，全校哦，甚至连就是往前好几届、超级无敌多届的也都有寄调查表去通知。代志别空了后，补习班已经停业，人嘛无住伫遮。附近民众讲，补习班生意一直真好，毋捌出过啥重大代志别空，大家拢惊到。检控表示，透过影像比对，甲受害者出面说明，受害查某学生有30人，因为嫌犯一开始无认罪，甚至佮私底下去找受害者，造成2次伤害。检控认定嫌犯恶性重大，30侦结起诉，按照《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》向法院求处重刑。透过手机观看女童如厕。共截取25名女童如厕的性影像画面。另外，曾经利用2名女童午睡的机会，拨开女童内裤，以手机拍摄女童性器官的照片。根据手头摕到的影像，检方讲嫌犯上早犯案时间对2019年开始，因为有的画质无好，画影片已经被拆掉，会当确认的受害者敢若30名。教育局表示，针对受害者会启动辅导关怀，同时全面清查是毋是也有人受害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柯兆勇台南采访报道。